那么12指就两个加起来，触手的触6根呢跟6层啊加起来有12个，那个触就是地方所在啦。触手的触。言有言的地方所在，耳有耳的地方所在，鼻有鼻子的地方所在，舌头有舌头的地方所在，对不对？那6层的话，色有色的地方所在，声有声的地方所在，各有各的地方所在，叫处。有12处，知道吗？人的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全部都是假的。那18界呢？就是6根6层产生6识，36呢18，各有眼视、耳视、鼻视、舌视，眼睛有眼睛的界限，身视、意视，耳朵有耳朵的界限，然后呢，那个色有色的界限，声有声的界限，然后我们产生那个视有视的界限，这样了解吗？18界，因为我们6根对6层产生6识，然后做了很多事，所以集合起来就18层地狱这样了解吗？我们所作所为假如说都随顺的意念不加以谴责，不加以挑选的话，那大概就进入18层地狱所以这个18界各有各的界限像这个眼睛的界限它不能侵入到耳朵，眼睛可以听声音吗？所以就知道它的界限不明对不对？耳朵听声音就没有办法看形象是不是有各的界限？所以18界，你怎样这都不很深。然后7大就是水火风土空见识7个。为什么说大？因为它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水火风土空见识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所以称为大。那个大就是摩诃啦。摩诃就是很大。大到呢，整个宇宙虚空全部包含，大到无外小到无内，就是包含整个虚空7大。这样知道吗？范围是不是很广？从五蕴六路12处18界到7大，就包含我们凡尘所有的一切。凡尘所有一切都在这一些名词里面。那么全皆是假，全部都是假的啦。为什么说假？因为它一直在变化，它不会永远不变。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不是没有不是呢形象没有，不是事情没有形象有，事情有，可是无常变化它一直在变化，所以说它是假真的话就不变了不变才叫真啦，会变都叫假，你知无？所以我们不能用假的心来修道，就是不能用变化的心来修道，要用不变真的心来修。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真的心就呈现，用那个心来修就会成佛。这样了解吗？不会很深，对不对？而众生呢住在此中，我们众生呢都住在五蕴六路12处18界7大，全部都住在里面住在这一些形象里面故呢有生灭气来成住外空因为我们住在里面这一些呢五蕴六路12处18界7大，它都有生，还有灭，它有去有来
有成、有住、有坏、有空，都跑不掉呢。这个定律绝对都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了解这一些生命起来成自外空都是变化无常，无常变化，来来去去，这个黑夜去了白天来，白天去了黑夜来，春天去了夏天来，对不对？都一直在变化，我们要它不变，可能吗？不可能，一定会变。它自然在变，那不变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如如不动，而且因为没有形象，所以就不会变，那个呢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么种种生灭气来成自外空，种种不坚固之相，都是不坚固对不对？它不坚固，一直在变化。而知佛证悟成佛的已经证悟了，已经知道此等相这一些形象非因也，非不因也。了解意思吗？不了解。非因也就是不是因也。这一些现象它不是有一个主宰者在咧主宰伊家己安尼一做伙就呈现。所以我们就讲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这样了解吗？还是不知道？这个我们要呢这个多听，然后呢多去思索，就会了解到它的真理。它呢不是因缘，不是说背后有一个人给他改安排。要它怎么样呈现？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非因也，然后非不因也，就是说我们无为无为背后再接着一句怎么讲？无所不为，这样就比较容易来了解说，非因缘，非不因缘，它的意思它无为，就是没有企图心。是从佛性自然呈现，无所作为，无为。可是无为不是讲拢无咧走，伊什么拢咧走。好像我们天地无为，白天黑夜一直转换，对不？像伫咧改取巧，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安排者，它自然呈现，所以非因缘，非不因缘。那非不因缘的意思也就是因缘它也是因缘呈现，就是不自在两边，不自在因缘，不自在呢非不因缘，然后底下接着三个都同样的意思，非自然，非不自然，非和合，非不和合，就是两边都离开，离开两边，就进入中道，就进入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所以我们时常听万法皆空，有没有？都时常听到万法，凡尘的万象万事全部都是空，万法皆空。可是后面少讲一句空性即是佛性，万法皆空，不是空了吗？空性即是佛性，很有了解不？好像我们开始讲这个道德的时候，各位前说这较浅这拢听有，起码都讲到2年前，这个较浅。会不会？不会啦只要我们努力的听然后努力思考一定会进入状况，而且会很高兴欢喜充满整个我们那个佛性都整天跟着我们在一起，很亲切。以正德坚固之离体，
就是那个知佛已经证悟啊，他已经证得坚固啊是离体，坚固的离体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大概是摸到了，还没有证悟啦，对不对？有摸到呗。就是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就已经摸到咱的真心，咱的佛性本体，不要怀疑，那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啊，那个正德坚固啊离体，那么实体啊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一个本体呢，就是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啊，那我们众生六道轮回，这个如来藏含藏所有因果啦，善恶的种子，安尼知影无？咱要藏什么？我们要藏万象万事嘛，很宽广啊，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是藏善恶种子啊，哇，那个六道轮回的果报啊，就一直绵延不绝呀，就脱离不了，都是在受苦。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本身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妙真如性就是咱的佛性，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很奥妙，它就是真的，不假，是真的，如。到达呢那个如啊，一如啊，一切如，一真一切真啊，真如，真如呢就是佛性本体，清净啊本然，它本来就清净啊，不是经过我们洗涤了以后啊才清净的，它本来就清净，周遍啊法界，能够周整个法界，凡尘的事啊。毕竟啊，无有一事相可得。我们凡尘的所有事跟相啊，都不可得。要摸拢摸袂掉啦，伊拢伫咧变化。那么以正德啊，常住啊，坚固之地，那个呢，能够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啊，就是已经正德啊，常住啊，坚固之地。是为呢，进入啊所能言三昧，三昧就是正定啊，三昧翻成中文啊叫做正定，它所能言三昧啊，就是咱佛性本身所具备的正定。那么译名呢，就在呢长吉光土。那么长吉光土是佛教在讲，它有这个凡圣啊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然后呢，持报庄严土，然后长吉光土。那长吉光土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理天呐。理天知道吗？我们都要回去理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呢，正德啊，那个常住坚固地，就已经呢回到理天。那么佛说此经，佛呢在讲这个楞严经啊。发明啊众生本具之真心，就是啊发现明了，让我们众生都发现，都能够明了我们本身啊所具备的那个真心，本身呢所具备的佛性，佛和佛本身啊没有两样，是一样的，跟佛一样，只要放下呢，根尘相对啊。根呢就是六根，尘就是六尘。只要我们肯放下，六根六尘相对所产生的六事啊，就是心意识，真心呢即可以呈现。我们的真心呢，就可以呈现。那么真心呢，即是道，就是道，即是呢佛性本体。所有修道者啊。要在此方向中呢，努力成道啊，无疑，绝对可以成道。那么佛在经名之中呢，就比喻啊，只以佛顶，那个佛顶啊，
就是这个佛的顶上，佛头的上面啦，佛的那个不见顶相，是32相之一啦，那个菩萨跑到用神通跑到虚空，然后往下看要看佛的头顶，看不见无看佛的那个头顶，所以佛顶是不见顶相，32相之一，表示呢此法已经呢是最殊胜的佛法，一个首楞严就是最殊胜的佛法。那么观在所有佛法之上，所有的佛法都呢无越于此，不会超越这个首楞严。而在日常生活之中呢，皆都呈现此法，这个首楞严都呈现。那定要体会我们呢一定要体会亲切无比，实有而不可见，实在有，我们都有首楞严，有而不可见，不可见而决定是有，故比喻以佛顶，这个要我们不注于见相，这个注3点水在一个爱，那个注就是阻塞啦，不要阻塞在见跟阻塞在相，这样了解意思吗？也就是不要住相的意思啦。我们很容易住相，我们众生之所以烦恼，就是因为住相。我们烦不烦恼都没有了因为都不住相。所以往后烦恼一来，就要想说我住相了，看看我们住在什么形象，把那个形象分析的透彻，以后就会知道我们住的形象究竟不可得，得不到的，既然都得不到，我们干嘛去住所以要放聪明一点，不要住相。不要住相烦恼就消失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至于在首楞严就是我们要研究楞严经的纲要，就是法要啦，很重要的法，那我们大概从五阴六路12至18界跟7大，一直呢一个一个详细的来解说，那经的本文里面释迦牟尼佛很详细的解说它的内容，我们呢现在呢就这个翻开这个楞严经，各位手上都有吗？没有的话，我们旁边有，两边呢都有，去拿来看，这个回去来的时候拢加一项给咱大，这